好，各位車迷、各位觀眾，早晨啊！咁啊，正式咧係嚟到最後一日嘅賽事裏邊呢，就係第一場嘅賽事啦，就係呢一個嘅澳門 CTM 房車杯。咁啊，之前呢，大家喺7點鐘嘅時候呢，就見都係見過我哋喺電視嘅直播啦。不過呢，就嗰啲通常都唔係車迷嚟嘅，嗰啲係觀眾嚟嘅嚇。咁啊，呢個時間呢，喺電視機前面睇緊嘅你呢，先至係正式嘅車迷啊！就係睇緊呢一個好多車手都係嚟自香港同埋澳門嘅，咁所以呢，就好多捧場客㗎。呢一場嘅 CTM 房車杯12個圈嘅賽事。咁啊，喺呢一個大賽車跑道上面直播室裏邊呢，同大家作呢一個旁述嘅呢，係包括咗我幾位嘅拍檔啊，係有阿力奇啦，同埋係阿志陽同埋阿志業嘅。係啦，咁啊早晨啦，咁啊各位早晨，咁啊喺今朝早嚟講呢，即係第一項嘅賽事呢，就係 CTM 嘅澳門房車賽啦。咁咧，亦都係睇到咧呢一場嘅形勢嚟講咧，好似係香港嘅車手咧，今次係威啲啦嚇，因為咧排喺前邊嗰幾部咧都係揸住咧係同一款嘅標誌咧，就係譬如好似27號嘅潘德俊啊，96號佢嘅拍檔阿馮文偉啊，以及咧36號嘅殷卓偉咁樣嘅。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會見得到咧，就係有啲迷你車咧。就澳門嘅車手都揸得唔錯嘅，譬如好似阿迪亞士啊、阿周仲賢啊，咁不過佢哋排位嚟講咧，就排喺第3、4排嘅，咁啊稍為後少少，咁啊變咗咧嗰個爭勝方面嚟講咧，都係應該係全力去拼搏㗎啦，咁就稍為即係有啲失望㗎啦，即係譬如好似話阿陸鑑架車咧，就係有啲唔係幾妥，咁啊所以咧就排到比較後一啲出賽嘅，咁啊27號咧就排喺呢個杆位啦，係啊，呢個阿潘德俊啊，大家都熟悉佢㗎啦，啊咁佢贏過好多次嘅呢一個房車嘅賽事㗎，咁啊馮文偉亦都贏過嘅，咁啊殷卓偉咧亦都係一位香港嘅好手嚟㗎嚇，咁啊變咗呢3位嘅車手咧都係揸住標誌嘅車咧就排喺前3位嘅，咁啊再落嚟嘅咧先至係有呢個迪亞士啊，呢個澳門嘅就係澳門車手揸得唔錯嘅，揸部迷你，咁啊周仲賢呢亦都係揸部迷你，咁啊變咗咧迷你嘅谷把咧都係可以咧係即係話同場咧同呢啲標誌咧係即係話大家拼一拼，咁啊當然咧亦都有啲車手揸雪佛蘭嘅，亦都有咁啊除咗係呢個香港、澳門車手咧，亦都有中國嘅車手咧，有幾位中國嘅車手喺度嘅。不過咧，佢哋嘅實力嚟講咧，同我剛才提及過嘅香港車手啊、澳門車手啦，係或者咧係爭咗少少。好啦，咁啊而家咧就交俾阿子陽講講啦。係啊，而家其實車手咧陸續都準備好晒㗎啦，準備就迎接呢一場比賽啊。咁啊，而家畫面都經常捕捉住咧每一位嘅車手啊。譬如而家見到咧就係喺第13位嘅香港車手盧思豪啊，駕駛51號車㗎。咁啊，呢位咧就嚟自澳門嘅車手啊，張子豪啊，就排喺呢個第14位㗎。咁啊，張子豪咧今年喺澳門房車錦標賽咧都有唔錯嘅表現㗎。咁啊，佢喺呢個組別咧係攞到全年嘅總亞軍㗎。66號車巴達華高啊，駕駛一架雪佛蘭嘅 Cruise 嘅戰車啊。咁巴達華高咧上屆參加呢個路車挑戰賽㗎。咁啊，今年咧就轉翻嚟咧參加 CTM 嘅房車杯。6號車香港車手陸鑑咁賽前嘅大熱門之一啦，但係咧喺排位賽做出嚟圈速時間就唔係咁理想啦，咁啊所以只係排第16位啊，咁啊呢個位置就唔係話咁有利嘅起跑位置啦。係啦，呢個位置咧，因為咧咁多有成15部車喺佢前邊咧，變咗咧佢真係要利用開頭嗰幾個圈咧係搶啊嚇，咁啊希望係爭翻前啲個位置嚇。好啦，9號車吳建榮啊，都係澳門嘅一位非常之有經驗嘅車手啊，排第18位㗎。好啦，咁啊比賽即將開始㗎啦，咁所以呢個賽道上呢，咁啊車隊嘅維修工作人員啊都陸續開始需要離開賽道㗎啦。係啦，咁講翻呢啲嘅戰車咧，就相信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呢場賽事裏邊有谷爸仔啦嚇，咁我哋而家所見到嘅就係熒光幕見到啦。咁啊，其實喺呢一個東望洋跑道上面都已經係比較少見啊，谷爸仔喺呢一個賽場上邊。係60年代、70年代係最多啊。嗰陣時比較行一啲啊，可以講。係啦，嗰陣時
係比較行嘅就係呢個谷巴仔啊，同埋一啲嘅斯力架啦，係啦，冇錯啦，豐田斯力架啦嚇，咁呢啲啊，今年就見到佢哋咧又再次出現。咁喺第60屆嗰陣時咧，都有舉行過一個即係谷巴仔嘅比賽嘅嚇，咁啊都大家都見得到。不過嗰啲咧就係新款啲噶啦，即係同而家呢啲又係新款一啲噶啦77號車澳門車手林鴻輝啊，就排喺第20位嘅，都係駕駛標緻嘅 RCZ 啊。咁啊呢場比賽有好多車手咧都採用呢個標緻嘅 RCZ 嘅型號嘅戰車出賽㗎。因為咧其實現時啊合乎咧呢個比賽嘅規例嚟講咧，呢個標緻 RCZ 嘅戰車表現係比較理想一啲㗎。咁呢位就係排喺第21位嘅車手啦，7號車嘅呂文輝咁曾經咧喺2013年啊就贏過呢個澳門電信房車杯嘅季軍㗎。佢都係揸部迷你谷巴喎嚇，積薩斯啊，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啊！駕駛福特 Fiesta 嘅戰車啊，咁啊福特嘅戰車咧，即係喺呢個組別嚟講咧，咁今年嘅表現就稍為遜色一啲啦。咁啊，積薩斯都只能夠排喺第22位起跑啊。係啦，即係對於佢嚟講，呢個時間係比較即係差啲啊，排到咁後啊。因為以往嚟講咧，佢都係排喺比較前10位啊，即係嚇喺好多嘅房車賽，我哋都見過佢噶啦。肥女啊，係啦，華連達啊，華連達。肥女仲後少少添嚇，即係話總數咧喺呢場賽事裏邊有23架車咧進行比賽㗎。哇！太陽城車隊嘅潘德俊同埋馮文偉啊，呢兩位香港車手咧就包辦咗頭牌㗎，咁啊分別排喺第1位同埋第2位㗎。咁啊潘德俊咧都曾經咧4次奪得呢個澳門房車杯嘅冠軍啊，咁啊馮文偉亦都贏過1次㗎。係啦，就嗰次就係潘德俊啊壞咗車嚇，架車有問題，咁啊結果啊俾佢攞到冠軍。好啦，見到所有戰車咧就起動咗咧，進行呢個熱身圈㗎啦。磨下胎之後咁啊兜個圈翻嚟咧，就會正式進行呢一場嘅比賽。咁啊呢場比賽咧參加嘅車輛嘅數目都非常之多啊，都係有超過30位車手參與㗎。咁啊車手咧就來自有中國啦、香港啦同埋澳門3個地區㗎。咁啊，亦都係匯聚咗呢3個地區嘅好多嘅房車界嘅高手喺度噶啦。咁啊，排頭位咧就係潘德俊啊，做出嘅時間係2分46秒229咁啊，隊友咧馮文偉就排喺第2位㗎。排第3咧就殷卓偉啊，咁亦都係呢一項賽事上屆冠軍得主，今次係衛冕作戰㗎。13號車係啦，陳希嘅車咧就係似乎起動唔到啊，所以就跟唔到大隊進行呢個熱身圈，咁睇下個車可唔可以立刻維修咧？咁啊嚇推唔推得翻？係啦，咁啊可以跟翻隊尾參加個正式比賽啊。係啦，如果推唔着咧，咁就真係要冇辦法啦啊！咁啊真係要退賽噶啦。咁啊對於車手嚟講咧，咁即係都係潑咗一盆冷水俾佢啦嚇。咁啊一起步咧就係熱身圈咧就已經係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咁啊呢個比賽咧，即係集合咗好多嚟自香港、澳門啊或者中國嘅房車界好手啦，亦都好多車手咧，都可能喺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裏面，或者喺外面中國嘅地區嘅一啲比賽咧，都獲得過獎項，或者甚至乎咧贏過冠軍嘅車手㗎。咁啊數落去咧，即係都有唔少車手咧，以往啊喺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裏面都係揚威過㗎。咁啊，除咗剛才提及過嘅潘德俊啊、馮文偉啊，同埋上屆嘅冠軍啊殷卓偉之外咧，咁啊另外20號車本澳車手毛偉立啊，亦都曾經喺2010年咧贏過呢個財神酒店澳門香港埠際賽嘅冠軍㗎。咁啊，至於曹敬坤呢，咁啊更加咧係試過3次奪得呢個賽事冠軍添，就係分別啊喺呢個2011年、2012年。係贏過呢個財神酒店澳門香港埠際賽嘅冠軍㗎。咁另外佢喺呢個2008年呢，亦都係攞過呢項嘅埠際賽冠軍㗎。不過而家就冇再即係呢個埠際賽就冇再舉行啦。咁所以呢，好多嘅港澳嘅車手呢，都會集中呢參加呢個澳門路車挑戰賽，同埋我哋一陣間呢舉行嘅就畫面所見嘅 CTM 澳門房車杯嘅賽事啦。
係啦，咁啊呢一場咧都係屬於叫做係港澳車手比較係佔多啦。咁啊其次咧先係有幾位嘅中國嘅車手啊，都係近似一個埠際賽咁樣啊，咁啊，只不過係即係侵襲咗幾位嘅中國車手，亦都係有呢一個嘅新加坡車手有。係啦，咁啊13號咧就見到佢推翻埋去嗰個 pit 嗰度啦，咁好可能咧都係要喺嗰度再出翻嚟，所有車去晒佢先至會出嚟啦，睇下維修成點樣。咁喺排位所見呢，咁啊頭10位咧，咁啊澳門車手比較多啊，咁但係咧頭3位咧就香港車手係佔據咗㗎。係啊，暫時香港車手佔有少少優勢，因為潘德俊啦、馮文偉啦同埋殷卓偉咧就分別排喺第1同第2、第3位㗎。咁啊，即係澳門車手方面咧，咁啊迪亞士啊排喺第4位，咁啊第5位就係周仲賢，第6咧就係陳文偉，第7就係蘇莎，第8咧就係梁子健，第9咧就係毛偉立㗎。咁啊，至於排第10位咧都係嚟自香港嘅車手盧啟邦㗎。咁啊，盧啟邦咧同呢個潘德俊啊、馮文偉都係屬於同一支嘅車隊㗎。咁啊，而且3部嘅排頭嗰3部嘅車咧，都係屬於標誌嘅車系嚟㗎。係啊，冇錯。而家其實標誌嘅車系咧，就喺呢個點6 Turbo 嘅賽例嚟講，個發展係比較成熟一啲。咁亦都有車手嘅選用嘅亦都比較多啊，亦都出到好嘅成績啊！咁當然啦，你架車如果跑到好嘅成績咧，咁啊自然咧就多車隊同埋車手咧就樂於去採用噶啦。我哋都注意到咧，今屆嘅賽事咧就有2部嘅雪佛蘭啦，3部雪佛蘭參加喎，係嘛？係啦，咁啊亦都係咧新研發嘅車種啦，即係對於呢個點6 Turbo 個呢個喺港澳地區嘅賽例嚟講啊，咁啊但係其實雪佛蘭呢，呢個 Cruise 嘅戰車咧，之前啊喺呢個世界房車錦標賽裏面啊，都曾經係揚威咗好多年嘅啦。咁啊亦都咧收集咗好多有利嘅數據啦，同埋本身佢有一個良好嘅基礎，所以變咗咧亦都係有本土車手，譬如好似蘇莎啊、巴達華高啊等等咧所屬嘅大衛車隊咧，亦都係開發呢一架嘅戰車，咁啊嚟到參加咧呢個 CTM 嘅澳門房車杯嘅賽事㗎。係啦，咁啊喺前列嘅車咧已經係翻嚟咧，係排翻自己嗰個位嗰度㗎啦。咁呢一場賽事咧，一陣間咧一熄燈之後咧，就即刻就進行咧就係12個圈嘅比賽。咁有啲咧真係咧就係差唔多係轉彎位㗎啊！咁啊冇辦法㗎啦，嗰啲就真係差唔多。佢見到前邊架車喐，佢係喐㗎啦。好，呢場比賽咧其實真係都幾熱鬧啊！參賽嘅車手都相當之多㗎。咁啊一陣間起步就要留意啦，應該都會咧非常之爭持激烈㗎啦。咁啊，最主要咧就係話第一個彎東方灣呢個高速灣同埋葡京灣同埋加斯蘭，咁呢3個灣咧。好啦，咁啊信號燈咧已經亮起㗎啦。好啦，熄滅咧就嗱，殷卓偉起步起得幾好啊！咁啊已經過咗呢個馮文偉啦，一路威脅住呢個潘德俊㗎。咁啊並駕齊驅嘅殺第一個彎啦，跟住咧馮文偉即係第3位，然之後帶住一大班嘅本土車手啊。咁啊，殷卓偉睇下有冇機會咧喺東方灣嘅時候咧就黐貼潘德俊啊！係啦，哇，兩架車黐得好近啊！咁啊，潘德俊嗰架車係紫色嘅，係啦，佢呢架白白地、紅紅地嘅就係呢一個嘅殷卓偉啦。好啦，留意去到葡京灣嘅時候咧，似乎潘德俊拉開咗少少啊！咁啊，跟住馮文偉亦都喺第3位，咁之後咧都見到呢個陳文偉同盧啟邦啊爭持緊第4、第5位㗎。我哋見到呢度咧都有少少混亂啦。咁啊，曹建坤係上得幾快喎？係啊，咁佢都係一個好手嚟嘅都係贏過呢啲房車賽嘅。呢邊陸陸續續咧都嚟到加斯蘭嗰度㗎啦。咁啊，一直上。咁啊，雖然咧就參賽車輛咁多，但係起步之後呢幾個彎呢都尚算秩序順利啊。呢度就有部車咧就冇煙喎。係啦，似乎係謝榮健嗰部雪佛蘭嚟㗎。出晒大煙啊！咁啊，相信咧一陣間咧佢都要彎埋一邊咧，就係停低㗎啦。好啦，上路呢邊掹開咗頭3位嘅車。係啦，頭3位嘅車暫時就掹開咗啊！咁分別有呢個潘德俊啦、殷卓偉同埋馮文偉㗎。哇！咁而家啦，呢個殷卓偉啊，俾到啲潘德俊好大壓力啊！係啦，係咁啄住佢差唔多咧就係黐住佢後邊嗰個泵把嚟走咁滯。
好，哇！呢度唔得，係佢想抽噶啦。咁但係你一睇嘅，佢啲有經驗嘅車手咧，都知道呢度係抽唔到頭噶啦。咁啊，三部車非常之近啦。咁啊，第4名嘅車手咧，暫時仲未見到啊。咁啊，呢3位車手咧都曾經係贏過呢個澳門電訊房車杯嘅冠軍㗎，亦都係即係等於而家個名稱就叫做 CTM 澳門房車杯啦。即係換句話講，其實3位咧都係冠軍級嘅車手，就喺度拼搏緊呢個頭3位㗎。係啦，嗱，拉開咗第4位嘅4、5、6、7、8、9、10嗰啲冚唪唥咧，一條長蛇陣咁樣咧，一齊落發劫灣啦。咁啊，至於暫時喺第4位就澳門嘅車手啊陳文偉啊，咁佢就係上屆呢一項賽事嘅季軍得主嚟㗎，今年都保持翻前列。哎呀，38。係啦，就謝榮健啊，其實頭車煙咧見到個車咧就出晒煙有問題㗎啦。我都話佢要彎埋一邊㗎啦。咁啊，落到嚟水塘咧就似乎拉開咗少少啊。咁啊，睇翻呢度啦。呢度咧，呢架車啊打橫咗，咁啊變咗累到咧後邊呢架咧。都要係跟住佢打橫嚟就一就。呢個係較早前㗎啦嚇。好啦，落到嚟下路，似乎咧潘德俊嘅車係佔有優勢啊，所以咧就拉開咗距離啊。咁啊，至於4、5位之爭咧，似乎咧盧啟邦亦都採取行動想過陳文偉㗎。好啦，馮文偉抽出嚟過呢個殷卓偉啊！咁啊，馮文偉已經攞咗有利嘅線位啦，咁啊，估計咧應該就會過到呢。但殷卓偉亦都喺直路尾要反擊啊！睇下守翻住佢位置啊！殷卓偉技術非常之好，喺外線咧就反擊到啊！哇！真係鬥時收喺葡京灣嗰度啊！好大膽啊！係啦，而且嗰個嘅剎車點控制得好好啊！咁啊，殷卓偉今年咧啱啱先就贏咗呢個中國房車錦標賽啊超級生產組嘅冠軍啊，就年度總冠軍嚟嘅，亦都係佢啊第3次係贏得呢一項賽事嘅年度總冠軍㗎。係啦，咁啊而家咧帶頭嗰架車咧潘德俊咧係拉開遠咗少少添，咁因為剛才馮文偉同殷卓偉大家喺度互相爭位咧咁啊變咗咧佢咧就揸得仲更加爽啊！哎呀，殷卓太過搏啦，變咗出咗意外啊！哎呀，好可惜啦，因為都撞得幾硬啊！今日個速度過高啊，喺松山上路嗰度。係啦，佢係崩咗欄㗎啦，係。因為殷卓真係好搏命啊！一方面咧，佢想追前嘅潘德俊啦；另一方面咧，佢亦都咧抵禦呢個馮文偉嘅進攻㗎。係啦。咁所以你真係會輸蝕俾走添啊！前邊一架你要追，後邊嗰個係喺度趕你啊，變成咗個壓力好大。咁啊，即時就輕鬆好多啦，潘德俊。係啦，潘德俊亦都拉開咗阿馮文偉添。嗱，再重播翻剛才嗰個殷卓偉失事嘅片段啊！因為睇到殷卓偉咧都係攞到個線位都好盡㗎啦。直指咗埋去呢一個火藥庫前面嘅欄度。好啦，咁由於咧殷卓偉嘅意外事故地點咧，松山上路都會對賽道有阻礙啊，所以賽會亦都宣布咧要出動呢個安全車啦。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有啲碎片咧，就係見到佢頭先咧一撞嘅時候咧，都係散落嗰個賽道嗰度嘅。同埋佢嘅戰車都應該係留咗喺跑道上邊啊。咁所以咧就係大會就係又要出動安全車啦。係啦。嗱，現時嚟講咧，咁啊對於潘德俊所屬嘅太陽城車隊非常之有利啊，因為而家佢哋係佔據住1、2、3位㗎，因為盧啟邦都上咗嚟第3㗎。好似拉成一條直線咁直指入去個彎度，但係咧個速度太高啦，就唔得㗎嚇。喺呢個松山上路嗰度咧，好可惜啦！殷卓偉就係上屆 CTM 澳門房車杯冠軍得主啊，但係今年呢，都可以講話宣告衛冕失敗啦，因為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咧遇着潘德俊同埋馮文偉啊兩位對手啊嘅緊迫之下咧，結果咧因為就高速之下就發生咗意外啊。咁啊係啦，咁啊變咗而家啦，帶頭咧仍然都係3位香港車手啊。
三部紫色車咧，大家好容易認噶啦啊！三部都係標誌嘅呢一個嘅RC2Z。啊！佢呢架車咧就係要又要吊雞車咧，係吊翻起佢先。咁啊，嗰個賽道嗰度咧，旁邊咧亦都有啲碎片，因為佢頭先掟咗埋去嘅。咁亦都架車咧有啲碎片咧，應該係要掃清佢啊！真係好可惜啊！太過心急啊！因為佢剛才已經係同阿馮文偉咧，大家互相咧就係超前嘅嚇。咁啊，見到有啲係已經係投入比行。舉行過賽事嘅車手咧，亦都係為其他嘅車隊嘅朋友打氣嘅。頭嗰3位係香港車手之後咧，跟住咧4、5、6、7、8，哇，5位啊，連續5位都係澳門車手啊！咁啊，分別係揸迷你谷把同埋係標誌啊咁樣嘅嚇。咁呢場比賽咧就會進行12個圈㗎。喺安全車帶領之下咧，咁現在係進入第3個圈㗎。係啦。咁啊，包括有蘇莎啦，有迪亞士啦，咁啊同埋咧有呢個曹敬坤嘅嚇。咁啊，現時名次嚟講咧，咁啊領先緊就係潘德俊啦，第2位就係馮文偉，咁啊第3咧就係盧啟邦，第4就係陳文偉，第5就係周仲賢，第6就係蘇莎，第7咧就係迪亞士，第8就係曹敬坤，第9咧就係陸鑑，咁第10咧就係盧思豪噶。咁陸鑑都上得幾快啊！原本佢排位就排第16位起步嘅，而家已經追到上去呢個係第9位㗎啦。9喎，哇！真係犀利嚇。咁啊，只係2個圈啫喎嚇，因為睇一陣間咧會唔會更進一步啦？因為咧依家咧就 safety car 帶領之下咧，其實大家嘅距離係拉近咗㗎。即係高手，即係高手嚇，能夠喺16位起步咧，一路而家追到咧係呢個第9啦。呢個阿陸鑑嚇，亦都係揸住部標誌嘅RC2Z嘅。相信翻嚟之後咧，應該就安全車就應該會離開嘅啦。剛才我哋都見到咧，架吊雞車已經係吊起咗殷卓偉架車。戰車陸陸續續咧都通過咗法甲灣啦，就落翻嚟咧就進入水塘灣角噶啦。咁啊翻到嚟起步點嘅時候咧，即將咧就會進入第4個圈噶啦。嗱，我哋關心咧都係幾時咧，我哋嘅跑道先係清理完成，安全車咧可以翻去維修站咧，然後繼續比賽㗎。似乎咧呢個圈咧都仲係會由呢個安全車帶領之下進行㗎。因為咧剛才喺上路嗰度咧，咁殷卓偉都出現咗一啲嘅意外啦，令到都要需要一啲時間去清理賽道。
入咧係第4個圈啦嚇。咁啊，見到所有車輛咧都經過我哋前邊嘅起步點啦。咁換句説話咧，咁就會進入第4個圈嘅比賽。咁啊，現在咧就由安全車帶領住㗎。咁啊，見到呢邊咧嘅剛才嘅肇事意外嘅爛車咧已經調走咗㗎啦。咁啊，呢個位置其實今年發生嘅意外事故都幾多啊！因為記得咧，尋日嘅比賽啊 ，GT 杯嘅賽事咧，咁啊香港車手咧方俊宇咧都喺呢個位置附近呢，係發生意外，導致賽事需要由安全車帶領嘅。咁啊，暫時咧都係本屆賽事咧，即係意外比較多嘅一個彎角啊。咁啊，睇呢場比賽都好多本澳車手咧都喺度關注緊嘅，即係譬如我哋剛才所講啦，雖然佢哋今日就冇賽事啊，咁但係佢哋都會咧喺場入面咧為其他本澳車手或者香港車手去打氣㗎。係啦，因為佢哋琴日都已經完成咗賽事㗎啦，我哋見得到。係啦，譬如頭先都見到咧，尋日參加路車挑戰賽嘅李傑明啦，同埋參加華夏賽車大獎賽嘅葉元浩都喺度關注緊呢個賽事嘅進行㗎。哇！當然啦，其實本地車手除咗比賽之外咧，即係佢哋嘅友誼嘅精神都係非常之值得咧去欣賞啊！喺安全車帶領之下咧，嗰啲車手咧就一定要切記，就唔好係超前其他嘅車啦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咧就係會被罰㗎如無意外咧，應該咧賽事就會好快咧重新開始㗎，因為我哋見到剛才咧發生意外嘅位置咧已經差唔多清理完成㗎啦。三架紫色車3架都係標誌嚟嘅。咁而家第4位嘅本澳車手陳文偉都係駕駛標誌嘅。咁雖然就同領先嘅3位香港車手咧就隸屬不同嘅車隊咁，但係咧都係選用呢個標誌 RC7 嘅戰車㗎。我知第5同第6位嘅周仲賢同埋蘇莎咧就分別係採用呢個 Mini 或同埋呢個雪佛蘭㗎。呢個圈呢，就係翻返去之後咧，咁大會安全車咧就會入翻 pit，即係話咧賽事係可以繼續進行㗎啦。咁所以咧其他嘅車手都應該係要醒目啲啦，追翻貼啲。咁暫時咧賽事最快圈速咧就係由潘德俊做出嚟嘅，就2分55秒556啊。咁當然啦，呢個時間咧同佢喺呢個排位賽所做出嚟嘅圈速時間仍然有距離嘅，因為比賽只係啱啱開始咗1-2個圈。咁相信呢一陣間咧比賽重新開始之後咧，跟住所有車手做嘅圈速應該會越嚟越快㗎啦。係啦，而家我哋見得到咧，安全車咧亦都係加快咗㗎啦，係啊。咁同埋咧燈號都已經咧就熄滅咗啦，咁所以咧比賽咧就會即將重新開始㗎啦。好，安全車開走，係啦，賽事咧繼續開始，係。咁翻到嚟咧，將會進入第5個圈嘅賽事㗎啦。咁帶頭咧就係潘德俊啦。馮文偉咧就跟喺第2啊。咁盧啟邦喺第3嘅。暫時嚟講仍然係3位香港車手領先住㗎。係啦，第4係陳文偉嘅，亦都係揸住部標誌嘅。第5咧就係阿周仲賢嗰部迷你谷把啦。第6咧就係阿蘇莎嗰部雪佛蘭啦，第7咧就係迪亞士嗰部迷你谷把，第8咧就係曹敬坤嗰部標誌啦。好，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係綠監啦，嗰部標誌排到第9位啊佢。好啦，咁啊比賽重新開始之後咧，暫時尚算順利啊。咁啊，領先仍然係3位嘅香港車手噶。咁啊，今年呢嘅 CTM 澳門房車杯啊，都係同往年一樣啦，都係採用啦呢個.6T Turbo 嘅規格嘅戰車嚟到作為呢一場比賽嘅參賽嘅車輛啊。咁啊，以往嚟講呢，其實澳門電信房車杯都曾經轉過幾次嘅賽例噶。咁啊，經常大家熟悉啦。過往咧曾經係用過呢個超級生產組 Super Production 嘅賽例，亦都咧曾經試過咧係用呢個 S2000嘅賽例㗎。咁啊，自從喺呢個2014年開始咧就改例啦。咁啊，本地嘅賽事嚟講咧就會採用呢一個嘅.6 Turbo 規格嘅戰車啊。咁啊，呢個規格嘅戰車咧，咁啊主流嚟講目前啊最多車手選用就係呢個標誌嘅 RC set 啦。咁同埋咧成績咧亦都係比較好㗎。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其他車手選擇咧亦都包括有呢個Mini Cooper S 啦，或者亦都係有呢個福特嘅 Fiesta， 同埋亦都有雪佛蘭嘅 Cruze 㗎。咁主要嚟講咧，我哋都見到咧有4種唔同品牌嘅車輛咧參加咧，而家你所見呢個以港澳地區特色嘅.6T 嘅賽例啊。好啦，睇翻啦，咁啊頭車，咁佢都係拉得比較開咗少少啦嚇。咁啊第2車同第3車咧都係冇黐得佢咁緊。第4位咧，亦都跟得幾好喎嚇！第4位嘅澳門車手陳文偉嗰部標誌。咁啊，陳文偉又上屆呢項賽事咧就攞到季軍，咁暫時咧佢嘅位置都唔錯噶，就喺呢個第4位嘅。咁啊，睇下佢今年可唔可以再一次可以上到呢個3甲位置啊？不過當然啦，佢首要任務咧就要起碼挑戰到前面個盧啟邦先啊。係啦，咁因為前邊咧第3名嘅咧都係呢一個嘅香港車手啊，咁佢要加快速度，咁啊追到盧啟邦咧，咁啊有機會啦追住佢。第7、第8位咧就執咗位㗎嚇，咁啊曹建坤係過咗迪亞士㗎，咁啊追住呢一個蘇沙，咁啊睇下喺東方灣前面咧會唔會有機會過頭啦，咁啊一直都掹住。咁啊一站係4、5、6、7位咧都比較接近啦，4位車手，咁啊蘇沙咧都封線啦，咁啊封住曹建坤㗎，但係曹建坤埋葡京灣之前都想嘗試過蘇沙㗎。但係都未成功，蘇沙仍然咧保持翻喺第6位㗎。咁啊，而家呢場比賽咧，我所見咧都屬於係港澳地區啊，咁啊所採用嘅1.6T Turbo 嘅戰車。咁啊，呢個賽例咧同咧以往咧我哋所睇嘅世界房車錦標賽咧嘅.6 Turbo 規格戰車咧係有所分別嘅，因為始終咧係港澳地區所採用呢個賽例咧嗰個對於嗰個引擎進氣口嘅限制係比較大㗎。咁啊，引擎進氣口嘅內徑限制咧只係限制到27.8嘅 mm 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其實咧亦都比較講求考呢個車隊啊同車手點樣去調校同改裝呢一類型嘅戰車㗎。迷你谷把係追住一架嘅。咁啊，陳敏偉啊，同埋呢個周仲賢咧都競爭激烈嘅，一見到後面都執咗位喎，曹建坤應該就過咗呢個蘇沙㗎啦。冇錯，咁啊，剛才鏡頭尾嘅時候咧，見到喺嶺南灣嗰度咧已經超越咗佢㗎啦。咁啊，就係莫卡拿過頭嗰位喎。哇！真係高人膽大，因為始終咧喺呢個東望洋賽道啊，如果從山上路上面爬頭咧，就並不容易㗎。係啦，咁啊真係亦都要留意嗰啲彎位，唔係你爬完人之後咧，分分鐘自己啊撞咗埋去㗎高速之下。曹景坤咧，若果唔係話排位咧係比較後少少嘅話咧，相信佢而家咧應該會走上去呢個前4位嘅。好啦，而家睇睇啦，3部紫色車，3部標誌。咁啊，似乎咧我哋都會關注住4、5、6位之爭啊。
4、5、6、都係比較7、8係啦，呢幾架車都黐得好貼㗎，你睇下，哇！咁啊，翻到嚟咧，進入第7個圈嘅比賽啦。咁啊，總共咧就會鬥12個圈嘅。咁啊，比賽進行咗啱啱超過一半㗎咯冇錯啊嘛！現時咧，如果計車系嚟講呢，咁標誌咧就首佔優啊。頭4位咧屬於標誌嘅戰車。其實頭6名嚟講啊，除咗而家第5位嘅周仲賢之外咧，其他都係屬於標誌嘅戰車啊。係啦，咁啊，周仲賢係揸架迷你谷把嘅嚇，咁佢係排喺第5位，排喺呢個第5位。哇！咁啊，見到啊4、5、6位3部車咧喺上路呢度咧，其實就好接近㗎。咁啊，睇下阿曹景坤咧有冇機會啦？啊，嗰部紅色車有冇機會係追前啦？哇！周仲賢呢都想過啊！係啦，咁啊，曹景坤亦都跟咗上嚟啊！啊，過咗啦！係啦，曹景坤就已經過咗周仲賢啦。又係喺上路喎，連續2個圈都係上路過頭啊！係啦，遲收啊，喺個彎嗰度遲收咧，就咁啊喺呢啲蛇仔灣嗰度咧已經係過咗啦，好犀利！哇！曹景坤就越戰越勇喎！哇！下一個佢要挑戰嘅就係陳文偉㗎啦。咁啊，佢只係排喺第11位出賽嘅啫。哇！現時咧已經上到去第5位啦。咁啊，佢下一個目標咧就係陳文偉啊！陳文偉就係上屆澳門電訊房車杯嘅季軍啊！紅色車啊，呢個啦係啦，曹景坤4號車，而家係已經係超前咗對手啦，跟住咧係追住咧陳文偉嘅。好啦，翻到落嚟咧，睇下喺呢個直路嗰度咧，睇下佢點樣高速咧，係嚟超車啦，睇下有冇機會啦。曹景坤而家啦帶頭嘅呢3部紫色車跟住咧第4咧就呢一部白色嘅呢部都係標誌嘅澳門車手陳文偉嘅。追貼咗啦，已經曹景坤已經係喺呢個第5位咧而家追貼咗呢個第4位嘅，睇一間咧大直路嗰度咧幾段大直路都睇佢有冇辦法咧係點樣揼盡佢啦。咁啊，呢個賽例之下咧，咁啊連續2屆咧，我哋都見到咧標誌嘅車係比較佔優啊。咁啊，如果你睇住頭5名嘅競爭咧，你以為睇緊標誌有冇 make race 啊？以為係標誌房車賽添嘛係啦，咁啊，曹景坤已經跟貼咗陳文偉啦，抽出嚟啦，抽出嚟啦，睇下得唔得啦？陳文偉閂咗條線先，暫時就未得啊。咁啊，仲有一個機會㗎，咁啊，睇下去到葡京灣之前有冇機會做超車。咁啊，至於後面咧第6、第7位之爭咧，蘇 Sir 咧亦都係威脅緊呢個周仲賢㗎。好啦，呢個圈應該就咁啊，周仲賢守得住啊。下個圈啦，曹景坤，因為剛才嗰個圈咧佢想抽出嚟嘅時候咧，就知道已經係差唔多去到葡京灣㗎啦。我睇下上路有冇機會啦，因為連續2個圈咧，佢都喺上路咧做到一個過頭㗎。係啦，又係睇下得唔得啦？暫時都仲守住。係啦。哇，推得好近好近啊！因為其實上路嘅過頭嘅機會咧就唔係話多㗎。係啊，咁佢把握咧頭先咧連續咧2次把握到機會啦嗰個判斷力相當強嘅。咁啊，曹景坤啦，咁啊喺近年喺呢個澳門東望洋賽道裏面咧都算戰績彪炳啊。咁啊，先後咧2008年、2011年同2012年咧都贏過呢個財神酒店澳門香港埠際賽冠軍㗎。咁喺舊年開始咧就參加咗呢個電訊房車杯，已經見到曹景坤做出咗一個最快圈速喎，係啦，2分49秒159喎，哇，非常之快，亦都係全場最快嘅圈速嚟㗎。咁啊，暫時得佢做咗49嘅咋。
咁啊一路俾住壓力啊前面嘅對手啊。好啦，落到嚟下路啦，咁啊睇下咧呢個陳文偉同曹敬坤點樣大鬥法啦。咁啊潘德俊呢就明顯上已經放離咗噶啦。咁啊至於第二位嘅馮文偉，咁啊同潘德俊之間呢個距離都超過2秒以上噶啦。咁啊相反而家係3、4、5位呢個比較咧係接近一啲啊。曹敬坤黐住啦，落到嚟我哋面前起步點呢一度噶啦，咁啊一直都黐住個尾。睇睇啦，喺東方灣嗰度之前睇有冇機會啦。潘德俊咧咁啊做咗個快圈㗎，咁啊全場最快圈速2分47秒322㗎。咁啊睇下呢邊啦，已經平排過咗啦，過咗啦。曹敬坤已經係進佔上去呢個第4位啦。哎呀，哇！好驚險啊！喺東方灣前啦，不過救到車啊！即係證明曹敬坤好搏命啊，要高速啊去入呢個東方灣㗎。不過幸好即時修正到。我睇下咧有冇機會咧就挑戰啊前面嘅車手啦。係啦，因為前邊3位咧就係應該第3嗰個45號啊，阿盧啟邦咧都係揸部標誌嘅，睇下有冇辦法咧係壟斷嚇，即係唔好俾香港嘅車手壟斷前3名。咁佢而家咧係挑戰第3嗰個。咁啊，其實而家馮文偉同盧啟邦之間咧都好接近㗎。即係雖然係車隊咁，但係佢哋兩架車咧都係咧互相係拼搏緊㗎。咁啊，只係咧潘德俊咧就比較係放離咗啲啊，因為剛才潘德俊啊做出一個2分47秒322嘅圈速時間係相當之快㗎。因為而家在場嘅其他車手咧喺前列分子嚟講，其他大部分都做緊2分49嘅啫。咁換句話講咧，潘德俊剛才做出呢個2分47咧，係明顯上係佔有優勢嘅，所以亦都係拉遠咗佢同其他車手嘅距離㗎。曹敬坤好快啊！上路咧好快就已經追到埋去前邊啦。咁啊威脅住阿盧啟邦啦。咁啊依家咧就係進行緊第9個圈嘅賽事啊。咁啊最後尾段㗎咯噃。係啦，咁啊剩翻落嚟嘅圈數咧，只係得3個圈嘅啫嚇，12圈嘅賽事已經進行咗呢個9個圈嘅比賽㗎啦。第2、第3名啊！我哋而家見到呢兩架就係第2、第3嘅，咁啊跟住呢部紅色車咧就係咧阿曹敬坤啦。咁啊睇下佢落嚟咧有冇動作啦。佢都係不斷咧嗰個高速嘅。咁啊頭3名都屬於香港嘅車手，澳門車手暫時我名次最好就係曹敬坤㗎。咁啊睇下曹敬坤可唔可以咧為澳門車手咧爭翻一個頒獎台席位啦。不過當然落到下路啊並不容易啊，因為咧始終咧盧啟邦嘅戰車下路方面發揮係相當之唔錯啦。尤其是大家都係同一款車添嚇。咁啊4、5、6位之爭都好激烈咁樣，見到咧後面嘅陳文偉啊、周仲賢同蘇莎咧都非常之接近㗎。落到嚟下路咧，咁明顯啊，曹敬坤就俾人咧就甩開咗少少，俾盧啟邦甩開咗少少嘅。咁啊呢邊咧就睇翻啊5、6、7位啊，係啦5、6、7位，5、6、7 3部車一串過㗎，3部都係澳門車手。呢部迷你谷把抽出嚟啦，得唔得咧？睇睇，哇！呢度大家鬥持收啦，好啊！呢部迷你谷把食咗嗰個線位。係啦，周仲賢就上咗第5位㗎啦。哇，蘇莎呢邊啊，都想把握機會咧，希望趁機都過埋呢個陳文偉㗎。咁啊，潘德俊咧，剛才做出嘅圈速更加快添㗎，2分46秒990啊，都打破自己剛才做出嘅圈速紀錄啊。咁就再快一啲啦。5、6、7呢3架車過咗啦，啱先。
咁啊，至於第8位咧就係香港嘅車手陸鑑啦，佢啊名次就上咗少少，咁但係始終都未追得上啊。因為拋離都幾遠下，頭嗰幾架車，佢都追得好辛苦噶啦，追到而家嗰個名次，追到第8位啊，陸鑑。咁啊，21號車周仲賢啦，咁啊，以駕駛 Mini Cooper 嚟講咧，佢係名次最高嘅車手啦。咁目前嚟講頭5位啊，都係嚟講咧，只係得啊周仲賢咧，就唔係揸標致 RC7嘅啫。我呢邊咧見到有一啲嘅慢車出現啦，已經係啦，已經叻咗啲落下圈嘅車輛噶啦。不過暫時都對咧領先位置就冇乜障礙啊。咁啊，所以咧暫時仍然係維持翻咧頭4名嘅位置係冇變過噶。潘德俊、馮文偉。咁啊，潘德俊咧 keep 得個圈速好穩定啊，都係咧。雖然剛才圈咧就唔係最快圈速，但係都做到2分47秒幾噶。咁換句話講咧，而家潘德俊咧同馮文偉之間嘅距離咧都已經超過6秒噶啦。哇！電得好犀利啊！啊！呢一個阿曹敬坤咧喺東方灣咧就連續咧2次都見佢咧就係高速啊入彎咁，所以咧都係嗰架車係點地嘅嚇。而家見到係2、3、4位嘅一齊上加斯蘭㗎啦，因為大家係揸同一款車咧，咁變咗咧喺呢個直路裏邊咧，曹敬坤咧都係冇辦法咧係攞到咩甜頭㗎啦嚇。除非咧佢係黐翻埋少少，若果唔係咧，就係真係咧想超車咧都幾難嘅。咁啊，盧啟邦咧就係都係揸快咗少少㗎啦，應該嚟講嚇，佢都追貼咗呢個阿馮文偉㗎啦。咁變咗咧2、3之爭啊，亦都係。呢度追翻近啦，呢度咧見到啊曹敬坤啊追翻近少少。哎呀，見盧啟邦撞咗車啊！哎呀，曹敬坤都收唔切啦。哎呀！咁但係睇一睇關心下佢部車能唔能夠繼續咧？佢應該得喎，曹敬坤。因為咧盧啟邦見到曹敬坤追埋，所以佢都急啦。咁啊變咗咧就撞咗埋去啊！難啊！但係咧，曹敬坤一樣都收唔切啊！咁啊變咗睇下曹敬坤架車咧有冇問題先啦，因為都碰咗一下㗎。咁啊翻到落嚟咧就會去到第12個圈嘅比賽咧，換句話講就係最後一個圈㗎啦。咁啊所以睇下佢捱唔捱到翻嚟啦。應該都可以睇下啦啊！我見到其實曹敬坤架車兩邊嘅倒後鏡咧都甩㗎。其實本身咧其中揸得好盡啊，即係其中一邊佢已經甩㗎，而家點解兩邊都甩啊？咁啊呢個情況咧，我哋以前喺東望洋咧見到阿雲高學咧，就經常都會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啊，因為攞到啲線好盡啊嘛，揩到啲牆邊啊。好啦，潘德俊冇你咁冇氣，最後一圈啦。咁啊，馮文偉咧相對地而家都比較輕鬆咗啦，因為剛才佢都俾呢個陶啟邦同埋曹敬坤咧追趕得好緊要㗎。已經進入最後一個圈㗎啦，比賽。咁啊，而家暫時嚟講咧，曹敬坤喺第3位啦嚇，咁啊唔使話啦，全部咧都俾香港車手咧係壟斷晒。咁啊呢邊咧都有一啲嘅爭持啊。
係啦，就見到啊，蘇莎就過呢個陳文偉㗎。過到啦，陳文偉想反擊㗎，咁啊，但係都唔成功。咁換句話講，蘇莎就已經進佔第5位㗎啦。咁啊，剛才發生意外嘅盧啟邦咧都有繼續比賽翻㗎。咁而家暫時盧啟邦嘅位置咧就係喺第7位㗎。係啦，跌到落去第7。係啦，佢又褪翻咗出嚟繼續比賽。與此同時咧，而家喺我哋嗰個直播室望出嚟咧，見到咧陸鑑啊同埋盧思豪兩位香港車手嘅車咧都駛翻維修站，咁似乎佢嘅車都出咗故障啦。嗱呢邊啦，潘德俊就輕鬆鬆咁啊入到最後一個圈㗎啦。咁啊翻到嚟咧，佢就將會奪得呢一場比賽冠軍。咁啊潘德俊啊一路都係控制住佢個節奏啊，變咗保持得咧都好穩定㗎。係啦，由開始嘅時候咧，一起步嘅時候佢已經係帶咗出嚟，一路咧都係其他嘅對手啊，阿馮文偉呢啲呢架車。哦，無偉立嚟㗎，就係本土車手無偉立架車啊。係啦，停喺加斯蘭呢度喎，又死咗火喎，最弊。係啦，佢可能之前已經有碰撞過嚟㗎，所以變咗就停咗喺呢個位置啊。嗱，應該構成嘅問題就唔會算好大，因為已經進入最後一個圈啦。好啦，咁啊27號車嘅潘德俊翻到嚟啦，咁應該將會迎接佢第5次喺澳門嘅東望洋賽道獲得勝利㗎啦。因為之前呢，佢已經4次奪得呢個澳門電訊房車賽嘅冠軍㗎啦。咁而家呢項賽事呢，就個名就變咗做 CTM 澳門房車杯啦。咁其實都係同一項比賽嚟㗎。咁過往潘德俊都先後駕駛呢個本田思域 EP3啦，同埋駕駛過呢個雪佛蘭嘅納瑟提嘅戰車呢，都贏過呢項比賽。咁今次呢，就首次駕駛呢個標致 RC-Z 嘅戰車贏得呢個CTM 澳門房車杯冠軍㗎。哇！咁2、3位之爭呢都好激烈喎。原來曹敬坤都追得呢個馮文偉好近㗎，不過最後呢，都係馮文偉攞到亞軍季軍，就係曹敬坤㗎。哇！曹敬坤非常之厲害啊，因為佢排位嘅成績呢就比較靠後㗎，咁啊一直都追上嚟啊，咁啊幾乎呢一個圈過一架喎。係啊，如果再比賽再多個圈呢，可能呢同呢個馮文偉會有好激烈嘅爭奪啦。冇錯啦，咁啊呢一個嘅季軍啦，得來不易啦，亦都係實至名歸啊！咁啊3部頭嗰3部都係標誌，不過咧就係隸屬咧係兩支不同嘅車隊啦。咁啊潘德俊27號車嗱，而家見到佢啦。咁啊見到曹敬坤架車兩邊倒後鏡咧，都已經其實又未得晒喎。嗱，睇翻剛才重播嗰個畫面啦，係啦，曹敬坤啱線啦，就卡到啊！冇錯啊，咁啊，最後咧其實佢同阿盧啟邦都翻到嚟嘅，咁但係如果佢撞到阿盧啟邦個尾咧，咁就應該兩部咧都唔能夠繼續比賽啦。啱卡到嗰個倒後鏡甩咗，睇得到啦。好清晰咧，咁啊睇到佢揩咗埋去，咁啊洗翻出嚟。咁啊呢一個賽果都係屬於比較係即係正常啦，即係由排位賽到起步一路都係呢幾部熱門嘅。咁啊不過係因卓偉咧就係剛才咧就係有少少嘅意外啦，咁啊變咗咧個名次咧就跌咗落去呢個第7潘德俊咁啊，第5次喺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裏面呢，就贏得呢個冠軍㗎。咁啊都屬於一個咧相當之好嘅紀錄啊。係啦，咁啊實至名歸嘅。咁因為佢喺澳門嗰個東望洋賽道咧贏咧都係已經係贏過好幾次㗎啦咁啊而家呢一個咧都係屬於佢哋一個叫做勝利圈咁啊繞圈一周。
馮文偉啊得到第2啦，佢個隊友。曹敬坤呢，澳門嘅車手呢，亦都係揸部標誌嘅，就得第3。周仲賢呢，揸部迷你谷把呢嘅表現呢，真係可圈可點啊！一部迷你谷把啦，能夠走咗上去呢個第4位嘅。咁啊，蘇查呢，就揸部雪佛蘭嘅 Cruze 啊，就係得到第5嘅。咁啊，潘德俊同馮文偉呢，都係已經多年以嚟啊，都係啊。兩個都係拍檔上陣嘅，都係隸屬同一支車隊啊！咁啊，今次都係咧，潘德俊同馮文偉啊，繼2011年之後啊，再一次喺澳門嘅賽道裏面呢，兩位車手係包辦冠亞軍㗎。係啦，以前佢哋咧都係好多時咧都係有第1、第2嘅。咁啊，2011年嗰時咧，當時就係馮文偉攞冠軍嘅，潘德俊就攞亞軍嘅。咁啊，今次咧就潘德俊又再一次又攞到冠軍啦。咁啊，佢哋都駕駛過唔同嘅車系嘅噃。係啊，即係剛才都提及過啦。咁啊，先後都有揸過呢個本田嘅思域 EP3啦，亦都有駕駛過呢個雪佛蘭嘅戰車。咁啊，今次由於因應翻個賽例啦，就都駕駛翻呢.6 Turbo 規格嘅標致 RC-Z 嘅戰車出賽啊。咁啊，其實喺比賽之前呢，佢哋個準備功夫做得好足嘅，因為咧近呢幾個月嚟啊，咁啊佢哋車隊咧都不斷咧就喺呢個廣東國際賽車場方面咧就作出好多個測試同埋調教㗎，咁務求咧以最佳狀態咧準備出戰今次嘅賽事㗎。咁啊，所以都就正所謂啦，咁啊台上3分鐘啊，台下10年功啊，咁啊好多其實唔單止佢哋，有好多參加嘅車手同車隊咧，背後咧都付出咗好多噶。好啦，睇翻呢今次比賽嘅成績啦，咁啊冠軍就係潘德俊，咁啊亞軍呢就係馮文偉，季軍呢就係曹敬坤，而至於第4位呢就係周仲賢，第5就係蘇莎，第6呢就係陳文偉，第7呢就係盧啟邦，而第8呢就係迪亞士噶。咁啊，至於第9位就係巴達華高，第10就係吳建榮，第11呢就係呂文傑，第12呢就係梁子健，第13呢就係呂文輝，第14就係林鴻輝，第15呢就係黃鏡坤，而至於第16呢就係張漢標噶。咁啊，第17呢就係積薩斯，第18就係華連達，第19啊張子豪，第20呢就係毛偉立，第21呢就係羅偉琪噶。咁啊，亦都有幾位車手係唔能夠完成比賽，包括咧就係賽前嘅大熱門之一啦，殷卓慧啊，咁啊好可惜嘅，由於咧就係要同其他對手拼搏當中咧，咁啊發生咗意外，咁就唔能夠完成呢一場比賽㗎。嚟咗一步，9-6，呢度見到咧就係潘德俊同埋馮文偉所屬嘅車隊嘅人員啊，都非常之興奮啊，因為佢哋車隊咧今次係包辦冠亞軍噶。潘德俊啊，都舉呢個手勢啊，就5次冠軍咁啊，話俾大家聽下。我見到馮文偉啊都好滿意佢嘅成績啦，都同其他車隊人員咧互相擁抱啦。咁啊，曾經一度咧佢都受到佢另外一位嘅隊友嘅挑戰嘅。咁啦，最後咧都可以奪得亞軍啊！好啦，潘德俊啊亦都出到嚟啦，咁啊受到佢車隊人員同其他支持者嘅祝賀啦，其實真係相當之唔簡單咁喺呢個澳門東望洋賽道裏面啊，能夠贏到咁多次嘅冠軍，因為咧每一次比賽都遇到好多嚟自香港啊、澳門啊或者話中國大陸地區好多房車界高手嘅挑戰同埋互相嘅競逐啊。咁啊，上一屆佢就冇參加㗎喎，係嘛？係啦，因為上一屆潘德俊就參加咗呢個華夏賽車嘅大獎賽嘅賽事㗎。咁啊，今年咧就再度參加呢個 CTM 嘅澳門房車杯，咁啊再一次嘅奪冠啦。好。